欢迎啊！这主嘞。哎。考试有好搞嘅，就是人家主太哥。主太哥，你中意骂啥？无可奉告。你不喜欢为什么要参加？我引用他一句话啦，因为我真的不想睡午觉。好，因为唔想睡同住，将来参加普拖戏，很好搞哦。做呢個最愛欺負人咧。大家好，我係做呢個。出現第一個出現嘅黑條誒，第二個出現嘅黑蟲誒。你有嗎？是魷魚誒。好，原來都愛欺負，很正你鬧哦。我就是最愛老人聽書嘅豬肉妹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朱小妹，我今天要我想起来了，我要去找那个很笨的猪二哥了，拜拜。哎呀，黑子上记得嘞，爱谁哟？大家好，我係太陽路。今年我就喜歡團眾嘅表演。脚步，你的愛人豬後來，你就喊喇叭哦。看團眾認真準備嘅樣誒，食材東上夾夾看到佢哋嘅表演。哇，愛開始咧！團眾真見動厲害呢，大家留記泡泡書好冇？人哋團眾咩親人哦，調皮嘅太陽龍，你愛較細膩條的哦。這節課你要不要來上？布袋戲？不要。不要是不是？要。我現在不跟你們客氣哦，你不要就踢出去哦。不要。我們要留下來認真、有心學的人，你知道了嗎？切絲復工太趕快。你們這些，尤其是你們本來玩鑼鼓的，要玩這個。那就不行。第一招，輕功朝上飛。第二招，回旋旋風腿。第三招，飛天遁地術。一記招冇簡單哦，看大家比到數親像會團體嘞。除咗普拖戲以外，也條諾戲也係非常重要嘅角色之一哦。前面任何一個鑼鼓開始的時候，一定會有打啦腿，所以你打啦腿你一定要記住，好，來直接來敲鑼。
其实条魔音传脑。然后就这边抖一抖，然后再慢慢的把它举起来。举起来以后呢，然后就右手就转了，就这样转就对了。这个一定转得起来的啦，哈，你可以把它弄活这个。我唱歌嘅先生，从跳讲爱叫冲山歌。也叫黑白悠悠性格表演，《西游记》动小可，请大家订阅着嘅好消息。